你就休了我。哎，哈哈哈！我的宝贝儿，我现在就……哎，坐下啊！我不敢。哎呀，你退，有本事你把我墙挤倒了！你不是要审我吗？这吃饭喝酒也是审吗？吃饭喝酒。怎么着？那你是非要上老虎凳，挨鞭子？不，我不要。没事，只要你听话，听话不听话？哎，好，只要乖就好。来，听话，来，坐下。哎，坐下。来，把酒倒上，倒2杯，啊？倒。这酒可是粮食的精。哎，来，把酒给本局长。嗯？哎，结婚没？啊？让男人手抓着，啥感觉啊？啊？哎，你哭个啥嘛？我害怕。那你说我怕不怕？你怕啥？你要万一是土匪婆？不，局长，你可不敢乱说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认识西安那个董大年不？我不认识，我还从来没有进过西安城。我就是被土匪。局长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回去？我去找我家亲戚。放了你，那不行。那你让我在警察局待多久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明儿我带你去董家，让他们认人。董家让我干啥？喝酒，陪局长喝，啊？一汽车警察，你说田彩霞掩护你们？是啊，夫人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可是现在，咱们是谁也不知道田彩霞到底是死还是活着。但愿她没事了。她死了正好，我们按原计划行事。二长官，要不再等几天？反正黑龙潭已经是您当家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点累了。哦。庞局长，来，喝。哎呀，我发现你这个女人还真能喝呀！啊，庞局长，啊，我还是个姑娘呢。对，姑娘啊，但是谁能证明你是姑娘啊？我爸我妈呀。你爸你妈，空口无凭。你怎么连我爸我妈都不相信呀？哎，本局长得试试啊！庞局长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还是个姑娘。真金不怕火炼，真娃不怕实验，这你懂不懂啊？庞局长，这可是试不了的。那要是试验了，你让我今后咋嫁人呢？哎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呐！庞局长，嗯，我今后啊，就到你们家去给你做佣人，给你洗衣服，给你做饭，还帮你啊带娃。好，给咱带娃。庞局长，我还没有结婚呢。那今天晚上就结婚？那我也得回去跟我爸我妈说说呀。哎，你爸你妈要知道你嫁给局长，那不乐死了？
你真的要娶我吗？那我得看你是不是真娃呀。你把我娶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那万一不是咋办呢？那你就休了我。哎，我的宝贝儿，我现在就……不许动！你庞局长，你胆子不小啊你！你敢跟土匪睡觉？你是刘雪梅，庞局长，我本来不想杀你，你敢？给我后退！土匪啥不敢？你把枪放下，咱们有啥话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凭你的德行，多少好女人栽在你的手中。好，你把枪放下，我放你走，我放你走。你放我，我要自己放我自己。哎呀，我跟你没仇没冤呐！你闭嘴！说，宋三鞭咋死的？宋三鞭？哎，你别装傻了你，快说！我想想，你快说！宋三鞭，宋三。快过去看看，过去看看，过去！哎呀，怎么又来一个